Hiace 300系原來佢有隱藏實力嘅喎，要解封好簡單啫，安裝 DTE Pedal Box 就搞掂啦。油門即刻輕晒，架車都爽晒啊！DTE Pedal Box 而家就安裝完喺呢一部呢，就 Hiace 嘅300系嗰度，I 右手邊出。好啦，咁跟住呢，我哋就而家同車主出去試下，咁啊睇下個效果點樣啦。我首先問一問車主先啦，未裝呢個 Pedal Box 之前，你呢部車覺得有啲乜嘢需要裝？反應係遲鈍嘅，個油門嗰度，依家裝咗呢個反應就有好明顯嘅感覺嘅。OK， 反應就的而且確係比我未裝之前就靈敏度高咗。靈敏度高咗。OK， 油門反應快，可以令你座駕潛能可以盡發揮啊！只要安裝呢個 DTE Pedal Box 就得啦。歡迎查詢同 WhatsApp 63409933，亞洲汽車材料有限公司，德國 DTE System 香港代理。